习场上，男女捉对厮杀，丝毫不留情。散打搏击是结合了拳腿摔、手肘和膝盖的一个比赛规则，在以前就叫做打擂台。忍不住为苏丽萍捏把冷汗，但慢慢看出两人的默契。也有过，就是可能没有注意到，腿拿错，突然会踢到身体，因为角度其实很小，可能挑身体。对，那这部分都会去修改，然后去抓他的动作。他一直在训练我，他很知道我身体的平衡在哪里，身体的拳的节奏在哪里。27岁的范仲杰是台湾自由搏击冠军，也是2间武馆的馆主。眼前在场上威气震天，很难想象几年前的他曾经是个软脚虾。10多场比赛，然后我大概打1分钟就被击倒了。对，那其实还蛮尴尬的。然后只有我一个被那个担架抬出去，因为没有办法呼吸。大二的那场比赛让他大受刺激，后来遇上担任比赛志工的苏丽婷，两人成了亲密恋人。有跆拳道底子的女友也从此成了最佳陪练员。我去比赛，他在旁边，他当我的教练，我会很安心的去比赛。所以从学生时代他就对你影响很大。怎么说？他教你什么？他教我开空夹丢尾熟，不从姿势。开空夹丢尾熟要多念一点书，补充知识，多看一点书，对不对？搏斗不止在武，女友的提醒让范仲杰从一个坐不住的大学生开始定心念书。现在他同时也是专攻医学工程的基地研究所博士，堪称文武状元。我希望我可以在大概30岁之前，去打职业泰拳，拿一条拳王腰带。范仲杰让我们看到了，因为正向的鼓励和刺激，使得一直都是最后1名的孩子，现在念到了博士。当然，更让人羡慕的是他跟女朋友互相珍惜扶持的情感。开空夹丢尾熟，不从姿势。开空夹丢尾熟，不从姿势。